庄小旅行，我们带您到台中东市。东市是高阶梨的故乡，这里有一座梨文化馆，内容非常的丰富，特别是民众还可以体验高阶梨的嫁接技术。当地的酒庄也结合了果农设计一系列的水果酒，深受欢迎。台中东市是高阶梨的故乡，想要更了解它，很多人会来梨文化馆走一遭。它是用在地的建材竹山坡而居，再加上红砖白墙，很有客家风。梨文化馆呈现东市的农产传奇，也诉说着前人的努力。以前的农民努力研究有机肥，还有病虫害防治法，也设计了各种不同的工具，就是为了增加高阶梨的产值。神地啊，懂。921大地震重创东市，但这个客家庄没有被打倒，反而愈挫愈勇，产业不断的再升级，像是水梨还能够做成瓶中酒，从嫁接、防治到收成，农民下足苦功。现在是第3年，才稍微有成果，这个时间是我们嫁接时间。来这里还能 DIY， 学着怎么样做嫁接，用力。了解高阶梨的特性，学着使用工具，当一日果农，游客兴奋得不得了，也更能够了解农民的艰辛。绕几圈是不一定的，就是说你要把它绑紧就好，缠紧就好了。这就是我们讲的木头梨啊。原生的横山粗梨市面上很少见，到梨文化馆，馆长可是会免费大方送，让民众来尝鲜。虽然横山梨口感较酸，但脆度不减，跟高阶梨的味道很不同。而除了品尝水梨、了解高阶梨的故事跟历史之外，这里还有农民最骄傲的生态步道。像4、5月份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就全部萤火虫，全园都是萤火虫。那我富裕的大概10年左右了。石围墙酒庄原本是进入旧山道的第一站，现在变成推广东市特产的展示中心。而他们也善用当地的水果，打造了一系列的水果酒，青梅、水梨酿成了水果酒，真的别有风味。921大地震之后，东市东山再起，水梨文化馆看见高阶梨的演进历史，而酒庄则是让在地的水果酒有了新舞台。天翻地覆的磨难，淬炼客庄甘苦，粗梨的况味，美酒的微醺，东市的街角，品味旅行的感动时刻。